初步核算，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4.7%。分产业看，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，同比增长3.7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250473亿元，增长3.9%；第三产业增加值413709亿元，增长5.2%。分季度看，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%，二季度增长4.3%。从环比看，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.9%。